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冠，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耶和华至大，应该受大的学乐，伊的大到袂测度底。即代要对迄代学乐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大宽容的事。三角来的银圣诗，圣诗第487首。即马请敬拜赞美。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主日学主日，然后也是母亲节，然后让我们现在一同定睛在神的身上。现在我们是敬拜赞美，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然后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一起拍手。
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跟主日学小朋友一直在前面，然后他们会带动作，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请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来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好吗？好。Thank you.
来低头祷告，眼睛闭闭，双手合十。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这里，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一起来敬拜你。今天是主日学主日及母亲节，求主保守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能够有所领受。愿主能够悦纳我们的摆上，谢谢主。小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87首。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请起立吟全首。我
请大家由原徛咧，做伙来念洗道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面来受苦，顶十字架，死拜葬落遗母。第三日，对世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K 英文，请刘子仁同学。三角来读 K 英文，K 英文第27篇，K 英文第27篇。我来客，请会众来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尘埃提拔善车人，互因甲贵族来做伙，伊互袂生的富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祈祷，请刘如安同学。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今仔日是母亲节，你也是创造万物生命的母亲。感谢你赐予阮为家庭牺牲奉献，为儿女无微不至照顾阮的老母，互阮感受亲像上帝抱阮同款的温暖。求主讨伐一定生活中的压力，也求主提醒阮做儿女的人应当友孝父母。通过老母的疼，互阮体会你疼的伟大甲无煞。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请陈雅婷同学。伊是咱做伙来读，会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撒母耳上下第1章第4节到第5节，第10节到13节，19节到20节，26节到28节，第2章第18节到19节，甲26节。现着我的读，伊伫迦那献祭日。分祭物，互伊的某比利娜甲伊的囝查某囝，总是分互汉娜的是双份，因为伊疼汉娜。若是耶和华关目伊的体，汉娜的心内忧苦，祈祷耶和华来大天口，下愿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搁然随乐看顾你的女婢的艰难。搁少量我无袂记得你的女婢，想使你的女婢生查甫囝，我要互伊归伫耶和华到一世人，剃头刀无到伊的头壳。汉娜伫耶和华的面前直直祈祷的时，伊入注目看伊的喙，当汉娜心内静真求，只有喙唇震动，无听见声。所以一入掠做伊是酒醉，隔日因早早起来，
伫耶和华的面前，就倒去拿玛到伊的家，伊日干那甲汉那同房。耶和华笑脸汉那就怀孕，到时就生一个囝，甲伊号名叫撒母耳，讲这是我对耶和华求的。26节，妇人人讲：我的主啊，我指你的外名来咒詛。我的主啊，真徛伫你遮祈求耶和华的迄个妇人人就是我。我求爱得到即个囡仔，耶和华已经收赐我所对伊求的，所以我用即个囡仔行耶和华。伊一世人行耶和华，就伫遐敬拜耶和华。2章18节，迄时撒母耳夭细汉，穿有地步的衣服伫耶和华的面前服侍。故伊的老母逐年甲伊做一领细领的长衫，甲伊的丈夫前来献年祭的时带来互伊。26节，囡仔撒母耳渐渐大汉，得到耶和华甲人哪听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过去行的人。学老，请主日学学生来学老。学老的诗歌是妈妈的手。
只是来请团队来敬道，题目是因为查某人的祝福。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传道必须爱直接来声明一项代志。我一定足久唔捌讲道遮尔紧张过。毋是因为人多，因为对透早祈祷的时阵，就一直强调讲，今仔日是啥月？母亲节，上是倒是啥？主日二主日。你敢知影一个主日内底要处理两个主题有偌困难？我伤脑筋足久，总是我后来我就决定讲，因为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呢，我教示的内容你放心，拢袂讲到查某人，拢袂讲到查某人，所以反倒转来会教示着啥？查某人啦，所以咱查某人爱注意听啦，上时都是主日二主日对无？所以我会大当作是迄种主日二迄种小朋友，伫讲故事互恁听呢。咱遮用咱边仔的厝边隔壁来讲，同学你好。好，安宇助理二我都说国语啦我都说国语。待会一开始说故事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国语。那这样小朋友你们就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安尼恁就听有啊吗？你们这雄雄都要叫我转台语好，来，咱分享进程，咱先做伙来祈祷。彼边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圣的主日，阮实在真欢喜会当相时庆祝母亲节，相时嘛看到遮尔侪儿童小朋友参与一礼拜的内面，阮看到安尼的情形，心内实在是着跳欢喜。主啊，感谢你将你的话赏赐予阮，愿你的话会教示以及亮光。照上帝你美好的意思，放伫阮个人的心内，诚做阮生命的帮赞，诚做阮生命的引带。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祈祷是奉靠最后所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呢，小朋友传道要来讲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呢，她的名字叫做哈拿，来念一遍。对，哈拿问题是哈拿是谁？有人知道哈拿是谁？哈拿呢，她是撒母耳的母亲。我还以为你们会回应说，哦，是撒母耳的母亲。来，请问撒母耳是谁？撒母耳是谁？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撒母耳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个小孩子晚上睡在圣殿的时候，上帝有3次叫他撒母耳，有没有？结果撒母耳说什么？仆人静听，对不对？就是这位撒母耳没有错而且这位撒母耳怎么样？他有3种身份，你们知道是有哪3种身份吗？第一种叫做什么？来，请念：先知、祭司，还有士师。没有错，撒母耳就是这样子一个了不起一个身份的先知。那哈拿呢，就是这样子一位先知的母亲。如果我是哈拿的话，今天我如果是哈拿的话，我一定会说：你看，这是我儿子撒母耳，他在圣殿里面献祭，他又是先知上帝的仆人，而他又是全以色列的士师。也就是领袖、领导者，而我哈拿就是他的母亲，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与有荣焉、很光荣？你们觉得有没有？没有哦。小朋友，如果说你们常常在别人的面前得到别人的赞美，请问你的妈妈会为你感到开心吗？会不会？会的请举手。恁安尼我无法度落去哦。来，
请问你们在家庭联络簿，老师有曾经给你写过赞美的话，请举手。好，手放下。父母有看得很开心的，请举手。哇，开始学会问这个问题。好，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哈。我们小朋友如果表现得好的话，我们的父母有没有同时会感到光荣？会不会？会，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哈拿他拥有这样子这么伟大的儿子撒母耳之前，你知道吗？哈拿其实她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怀孕的。哈拿没有办法怀孕，意思是说她的肚子里面没有办法有小 baby。而在古时候这样子的现象是会被人家取笑，会被人家瞧不起的。所以哈拿她时常是生活在羞辱的当中。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古时候，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办法怀孕有小 baby 的话，他们真的是会被人家感到会觉得说很瞧不起他们。而就这样子，这位女人哈拿，她在还没有怀有撒母耳之前，你们觉得她每天的心情会不会好？不会，一定每天怎么样？难过、伤心，甚至愤怒。为什么？因为常常有人取笑她、瞧不起她。虽然这样子，但是哈拿她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老公。来，她的老公叫什么名字？来，一起念一次：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是这个哈拿的老公哦。这个以利加拿对她还不错。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去到圣殿献祭的时候，明明呢只要献一份肉给上帝就好了，然后那个肉剩下来的可以自己吃。可是你们知道吗？每次以利加拿都给哈拿几份肉？你刚刚读圣经，以利加拿给哈拿几份肉？来，底下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回答啦哈。2份嘛，对不对？2份意思是说，当哈拿献祭完留下来的可以自己吃的分量也是怎么样？也是2份，也是非常的多哦哈。可是，请问哈拿要这些东西吗？不用。其实哈拿她真正要的不是这些肉，哈拿要的不是以利加拿多给她这么多的东西，因为哈拿她觉得说，我吃再多的肉，有没有办法安慰她的心？没有，因为她吃再多的肉，她一样会被人家取笑，她不能有小 baby， 不能怀孕，对不对？她吃再多的肉，会让她怀孕吗？不会，顶多肚子隆起来而已，对不对？因为吃太多肉。因为吃太多肉，但是那不是真的怀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她实际上遇到的问题呀。其实你们知道哈拿最需要的是什么吗？哈拿最需要她的老公，就是她的丈夫以利加拿，能够了解她的心情啦，而且她最需要是她的老公以利加拿怎么样？陪她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看可不可以赏赐她一个小 baby， 让她怀孕。可是这个以利加拿她却怎么样？她居然跟以利哈拿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啦，你看我对你那么好，每次献祭的时候都给他几份肉，给他几份肉，2份、3份的肉。我觉得我对你那么好，你一定要生小 baby 吗？小 baby 有比我好吗？”那这样子听来，请问以利加拿有没有去认同？有没有去了解哈拿的感受？有没有？实质上没有啊，因为以利加拿在对哈拿如何的好，终究哈拿她可不可以怀孕？没有，她终究是没有怀孕的，她终究是被人家瞧不起的。而当下呢，哈拿心情非常的不好。请问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心情不好、不想吃饭的时候过？我好像又问了陷阱的问题。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心情再怎么不好，妈妈丢个 K 起来，搞假崩。
好，可是哈拿心情不好，他这不好到怎么样？他不想吃饭，他吃不下，因为心里面的苦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去圣殿，继续跟谁祷告？跟上帝祷告，没有错。好，结果，请问小朋友，祷告有没有分出声音跟没有出声音的？有没有？你祷告的时候会出声音的，请举手。好，手放下。啊，你祷告是在心里面默祷的，请举手。好，一半一半。你们知道哈拿去到圣殿的时候，他是出声音祷告还是默祷？来猜猜看，是出声音还是默祷？出声音哦。来，出声音的举手。手放下。默祷的请举手。好，手放下。答案是默祷，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默祷啊，默祷，所以就是在心里面祷告，然后嘴巴这样子动动动啊。可是却发生一件让哈拿更加伤心的事情，因为他明明在祷告，只是这样子闭上眼睛，没有出声音。结果你们知道吗？圣殿祭司居然以为他喝醉酒了，以为他喝醉酒了。请问小朋友，你们会来教会喝酒吗？当然不会了哈。可是相对的问题，请问一个祭司怎么会认为一个人来到圣殿会喝酒呢？怎么会这样子呢？请问哈拿有没有被误会？他有被误会，对不对？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被误会过？被误会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想要反驳？可是哈拿有没有反驳？没有，他很有礼貌，他非常有礼貌的跟这个祭司解释说，他没有喝酒，他只是心里忧闷，所以他在心里面祷告这样子。那这祭司他听了哈拿解释之后，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随后他就为了哈拿，为他来祝福，为他祷告。他希望哈拿心里面所祷告的事情，上帝能够实现。结果，请问哈拿祷告，上帝有听见吗？有没有听见？有。因为没有听见，就没有撒母耳，对不对？对，好，上帝有听见撒母耳的祷告。其实上帝随时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祷告。只是上帝要照着他安排的时间回应我们所求的，所以就这样子，上帝听了哈拿的祷告之后，就让哈拿怀孕，她的肚子里面有小 baby。那请问哈拿肚子里面这小 baby 是谁？撒母耳。终于有人回应我了，感谢。是撒母耳，没有错。小朋友，你还记得传道说撒母耳有几种身份呢？3种，哪3种？先知，还有士师，没有错。这表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教得很好，对不对？我们给我们现场主日学老师拍掌好不好？教得很好，我刚才讲过一遍。如果是我小时候，早就忘了。祭司、先知，还有士师，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来想想看。撒母耳他是怎么当上祭司的？原来在哈拿怀孕之前的1年前，他在圣殿里面的默祷里面，你们知道哈拿默祷什么吗？他默祷说：“主上帝啊，如果你让我怀孕，让我有小 baby 的话，这个小孩子我一定要归还给你使用，一定要归还给你使用。”结果上帝就真的让哈拿怎么样？怀孕了。请问哈拿有没有好不容易怀孕了？有没有？有嘛？但是好不容易哈拿有没有说不要啦，上帝，我好不容易怀孕有小孩了，现在我要还给你，我很舍不得呢。哈拿有没有这样子讲？没有，他照常将撒母耳怎么样带去到圣殿，让他从小就开始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上帝。你们知道撒母耳去到圣殿的时候几岁吗？0岁。来，1到5岁，让你们猜。1岁、3岁、2岁、5岁。拢讲一个都有啊啦吼。来
跟我说一次，3岁，3岁就到圣地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当一个祭司服侍的哦。好，那这个萨摩尔他在圣殿的生活里面，请问他有没有渐渐长大？小孩子都会渐渐长大嘛，对不对？那不仅如此，当萨摩尔越来越成长越大的时候，他就越让上帝及众人怎么样？越来越喜爱他，越喜欢他。意思就是说，萨摩尔他不只是他的身高长高了，但是同时他也怎么样？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成熟了哦，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帝对萨摩尔的喜爱也跟着增长起来哦。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每一年都有长高一点点？来，你今年有比去年还高的，请举手。好，放下。无大汉的是安怎？爱报一个哦。来，你有比去年还要高，那请问你有没有比去年更听话、更懂事、更孝顺父母？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其实就是这样子，萨摩尔他的怎么样？他身高怎么样？跟着长高，跟着长大，但是他的内在心智年龄有没有跟着成长？是有的，更懂事、更成熟、更听话。也因为萨摩尔他从小就懂得听话，就懂事、成熟，所以他很得人的喜爱。那么，请问，身为母亲的哈拿，她会不会因为萨摩尔得到赞美，所以她感到很荣光、很荣幸？有没有？会不会？每次哈拿去圣殿献祭的时候，就有人说：“你的小孩萨摩尔好乖、好听话、好棒哦。”请问哈拿听到会不会很高兴？会不会？会很高兴嘛，对不对？那你希望你让你的妈妈高兴吗？希望。所以我们要学萨摩尔怎么样？学习我们每一年身高都要怎么样？长高，但是我们内在也要怎么样？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懂得孝顺父母。而我们这样子在身体还有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得上帝的喜爱，还有人的喜爱。各位兄弟，是头过我讲的这个故事的内面，咱会当看到讲，汉娜，伊实在是一个弱势者。而且是弱势者中的弱势者，因为伊是一个查某人，总是伊是一个无法度怀孕的查某人。一古时代，安尼的查某人是互人看袂起的，因为原底查某人伫社会地位，原底就是低落。但是因为伊无法度怀孕，所以伊的价值愈较是更加的无。因为当时的查某人的价值，就在于伊敢有法度来怀孕。所以一个无法度怀孕的查某人，会是迄个时阵互人看做是无价值的。像是迄个时阵的宗教的解说会讲，安尼的查某人，上帝无疼伊，无赏赐互伊。咱若是详细来读撒母耳的上下卷的话，咱能发现讲，以色列这个族群。是迦南地，伊就是一个真弱势的族群。伊是一个真弱势的族群，因为论体格、论武器、论装备，因甲非利士人敢会比劲？他们跟非利士人是无法比的。犹太人跟非利士人是无法比，袂比劲。所以，是这个迦南地中间，犹太人就是以色列族群，因是弱势。总是咱看起讲，上帝甲即个弱势以色列族群，甲因三个抵地，而且都因为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上帝绝对会固守、会保护即个弱势族群以色列国，而且上帝嘛为着以色列来为着因甲别国来征战、来战争，上帝。徛伫弱势者安尼的观念，上帝站在弱势者这一边的观念，咱会当对撒母耳上悬来看去，
尤其是对这个家庭的事件来看去，上帝永远是站在弱势者的那一边。上帝伊就是要透过这个家庭的事件，伊要对一个查某人，尤其是对一个无法度怀孕的查某人的身躯顶，来展现伊的掌权以及伊的荣耀。所以，咱即读啥物理上悬的时，咱毋通读遮尔紧，咱遮尔紧就当安尼跳过即个家庭的即个事件，咱等到爱详细来读即个小家庭的即个事件，咱对即个家庭的事件内底的中间，咱看去讲上帝怎样去照顾即个弱势者，咱将上帝的照顾。才来放入去一整个族群、整个国家内底，咱才会当去看去，甚至发现讲，上帝到底时常甲啥物款的人相较伫地？上帝时常透过啥物款的人来展现伊的权柄甲伊的荣光。虽然今仔日咱的主角是汉娜，一个无法度怀孕的查某人，互人看轻的弱势者，总是今仔日咱会发现讲，真侪部分是要来探讨讲，汉娜即个查某人身边的查甫人。请问是我头过的故事内底出现几个查甫人？3个嘛。第一个是做即个查某人的啥？做伊的丈夫嘛。第二个祭司，袂当讲是伊的长辈，长辈。第3个咧。做伊的囝，相对来讲，一个查某人一生的中间，伊必须爱扮演3个真重的角色。伊要做人的某，伊要做人的后辈，伊都要做人的母亲。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你要详细扮演好这3个角色，敢有简单？我看到真侪妈妈吐气。简不简单？不简单呐，不简单呐！我们先给我们在场的妈妈掌声，好不好？不简单，虽然不简单，咱知影不简单，总是咱大家来学习讲，咱是安尼的查某人，母亲的身躯边，咱要诚做啥物款的角色来帮衬因？我有讲到3个角色出现伫汉娜的身躯边嘛，丈夫、长辈都有做囝的。我想照伫经文的即个解说，一个做丈夫的，伊必须爱去接受伊的某无符合家己期待的所在，伊必须爱去接受，伊必须爱去接受伊家己的某有无符合家己期待的所在。我的团队了听到我讲即句。一直啊忝头，并且在学习认同咱的某的感受。上重要的是，认同的中间，咱一定爱陪伴伊，做伙来面对，做伙来祈祷。做长辈的人，其实是亲像咱头看到祭司以利相共款。做长辈的人，拢会想讲，家己的经历真济，看真济，食过样。比安那行过路，食过米都较济，总是咱毋通过头，小紧去做即个结论，更加爱较济的去聆听、去听候，有较济的鼓励，较济的即个祝福。那安尼做囝儿的咧，做囝儿的特别重要，因为我要讲的是，咱每一个做囝儿的。对咱出世的开始，就是咱母亲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那个瞬间，我们就成为我们母亲的荣耀，并且我们还要让我们的母亲有荣耀，再加上再更荣耀。我们要学习像撒母耳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渐渐长大。并且得上帝与人的喜爱。可能在座有人会觉得说，我拢几岁人啊，是要渐渐长大。
咱的身躯中大到一个限制尔，对无？总是咱的灵命，敢会随咱的身躯有限制。请问咱的灵命到70岁、80岁，敢会使到继续来中大成熟？敢有法度？敢有？有。所以圣经内底讲的即个中大，毋是讲你的身躯中大，只个是讲咱是上帝面头前的灵命，爱继续成熟，爱继续有成长。这才是圣经内底所讲的即个中大成熟。最后我要讲的是，一个查某人，不管是伫啥物款的世代，伊拢是属伫弱势。不管即个世代怎样来强调女权，还是强调即个两性的即个公义、性别的公义，不管安怎去强调，查某人永远就是查某人，伊永远是属伫弱势的一块。女人永远就是属于弱势的一环。愿上帝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女人的身旁。不管我们在女人身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些女人的帮助以及祝福。小朋友，传道再给你们复习一下，请问你们要不要每天都长大？要啊，要不要每天变得更成熟、更懂事？啊，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要得谁的荣耀？上帝的荣耀。然后也会使你的谁感到荣耀？妈妈，那学金无玩意呢？好，记得在上帝与人的面前越来越成长，是要得上帝的荣耀，也让我们的每一个母亲来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至尊至权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有天父的形象，我有庄严，总是你嘛有老母的这个形象，会当感受到你的慈悲、怜悯、体贴，以及你的疼痛。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在世的时，拢有互阮有一个真疼阮的老母，通过老母的疼。阮会当感受到上帝你对阮的疼，感谢上帝透过今仔日你的话甲阮讲，阮一生的中间，除了诚做一个基督徒，为着你的荣耀来生活以外，我嘛要为着阮的母亲得到荣耀来生活。愿主上帝帮助阮，帮助阮的灵命日日更新长大。成熟，会当互阮时常伫你面头前得到你的感觉，嘛行伫人的面头前有好的见证。不管阮到啥物款的年岁，时常拢伫你甲众人的面头前得到人的欢喜。愿主上帝帮助阮，会当互阮安尼做，毋但是互你得荣耀，嘛互阮在世的老母做伙来得到荣耀。安尼祈祷，恳求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94首，对玛利亚出世耶稣。请起立吟全首。
坐。即是来奉献，请王以轩、冰田蜜、林爱文、陈义安同学来书。第一摆也是毋知影奉献意，则毋免奉献。请客日三甲来吟奉献的诗。三甲来读今日的金句，伫酒杯的后壁上下底面。台语的部分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我嘛要安尼安慰恁。以赛亚书66章13节。这是我来报告，请分开酒杯的第一页。酒的事方，请护士人员准备心，家己来看。有间做伙，请咱家己来看。请分开第6页。奉献的部分，若有毋对，请上字也是干事来翻译更正。家庭小组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翻至第7页。庆祝母亲节活动，祝福天下母亲快乐。本日无爱餐。好即时，请咱在座每一位辛苦的妈妈，请起立，对咱的座位来起立。请咱的助理2的同工以及老师，小朋友来到头前来提花，嘛请咱的技师，请咱的技师同工来到头前来提这个礼券，
咱准备来问候咱的每一位母亲，啊，请在场的每一位妈妈、辛苦的母亲们，啊，我们在原地来起立。小朋友会拿着康乃馨来送给你们，也会拿着礼券来送给你们。好，这个5楼嘛妈妈嘛母亲吼。我头无看到顶管，请恁嘛爱起立吼。小朋友5楼5楼6，妈妈还有母亲，请我们小朋友到5楼好不好？小朋友，我们有一些人到5楼去啊，我们只是我们记得给妈妈康乃馨的时候，跟她说什么？母亲节快乐！好，要跟她说母亲节快乐。来，若是讲你确定你有怀孕，只是还未生出来，马上是准妈妈了吼。你已经怀孕了，准妈妈一样可以起立，好不好？准妈妈一样可以起立，来领这个康乃馨。来，记得要跟每位妈妈说什么？母亲节快乐哦，哈。咱的康乃馨吼，咱的真良花是安尼讲啦吼，台语真良花，咱真良花以及这个礼券摕到的话，咱会当先坐了，后来，咱摕到真良花以及这个礼券，妈妈咱会当先坐了。好，今仔日真正是主日2的主日，你注意兄弟拢亲像囡仔相同款，安尼欢喜着跳。后来我们同工尽量将我们的康乃馨以及礼券送到我们每一位妈妈的手上，后来，这时请咱每一位妈妈将你摕到的真良花来悬举起，互阮看去好无？来，悬举起，互阮看去。将你的礼券嘛悬举起，互我摕到，好确定讲你有摕到啦。好，手放了。这时请咱每一位妈妈起立，来，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妈妈说母亲节快乐！1、2、3，来，母亲节快乐！好，请咱每一位妈妈坐落。相信咱绝对有计划，讲每一个家庭拢带安那，可能要带妈妈去吃大餐啦，吼。好，咱接续继续来报告。第2点，请教育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要来颁发104年度第1学期的奖学金。这学生拢是无论在学校，也是讲在教会学师吼，拢值得教会肯定。也照咱教会小会所颁定的，也照教会小会所颁定的奖学金的审查条例，已经通过这个审查。咱这时就先来颁发大专的部分，请念着名的徛咧按这个次序来徛咧头前。陈雅文、
赖荣、陈伟林、陈怡佳、罗运竹。咱请咱团队来帮咱颁发。来，请阿婆啊！来，现在每次都想。好，请回座。线交咱来颁发高中的部分，尤允珍同学。啊，赶快咱请团队来颁发。来，请拍手。线交来颁发国中的部分，曹梦轩、陈雅婷、尤俊祥、刘如新，来，请出列哦。巫香怡、赖和谦、尤允约、尤俊祥，早场诗会人。好，我们一样，我们请传道来帮我们颁发。好，请大家拍手。好，谢谢，请回座。那接下来我们要举办这个，我们那个一样，那个12点半哈，每个主日12点半都有晋升课程。那教育部有为勤学的同学哈来做一次的表扬。那每个主日的12点半到1点半呢，目前都有主的长老在705教室开的晋升课程。教会鼓励所有会友踊跃参加。那这时候我们来颁发，就是去年度整个年度出席30次以上的同学。那念到名字请出列哈。苏怡玲、罗庭轩、吴丽玲、李曼英、林继英、林武雄。其中第一位苏玉玲班长，就是他处理很多的事务哈。那罗庭轩同学哈，每一次都有录影，因为有时候有那个圣歌队没有办法上课，我们每一堂课都有录影。那最重要是欢迎我们所有会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把握可以追求神的话语。那我们一样请传道来帮我们颁发。好，谢谢，请回座。那吴俊祥同学来了，来，吴俊祥，国中奖学金。伊嘛是咱早起的师妹啊。好，大家拍手。好，谢谢传道。好，请回座。那今天是主日学主日哈，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我们请主日学校长季平长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日学事工，简介一下。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真欢喜，大家拢遐侪人来到当中。
更较欢喜就是咱主持的小朋友甲老师同齐落来遮，咱同齐来做礼拜，来听上帝的话。这是咱一直想要，互囡仔知影讲，咱成人伫遮做礼拜是安怎做礼拜，那囡仔伫楼顶，你有看囡仔是安怎做礼拜吗？所以伫遮我真欢喜，有这个时间机会，互因来到遮。虽然今仔日真热烈，但是我依然爱伫遮将咱教会主日学，搁一届介绍互大家知影。咱主日学毋但是遮的囡仔啦，主日学还阁有咱的国中班、师范班，还有咱的成人班，这拢是主日学。主日学遮是要互大家兄弟姊妹，甲遮的小朋友，咱对老的甲细汉的，大家每一个拢有机会伫教会遮来造就家己，来领受，搁再一届认识咱的上帝。这是对倒来，对圣经来，所以遮的老师讲遮的课程内底的老师，大家拢有伫准备遮的所有的资料，互大家认识上帝。所以，咱邀请咱在座的各位兄弟，爱定下你家己的时间，将你拨出来，时间拨出来，来上课。早时成人的主日学有主德长老的课程，搁到中昼食饱了后，搁有晋升课程。所以咱真幸福，咱爱定下遮的课程，所有遮的讲师伫遮准备。若是无因安尼提供遐个好的课程互咱，你想讲我做礼拜了，煞了，我要去倒，我就转去啊。有诶讲，我来去食一个爱菜，食，讲几句话，安尼大家互相关心，讲就煞，就转去啊。所以伫教会，阮遮真正要用心伫遮即个部分。所以今仔日，阮对在座的妈妈，遮的妇女，大部分妇女较侪，所以小朋友遮会认真的栽培，请妈妈甲爸爸认真的鼓励囡仔来参加主日学。无论安怎辛苦，伊就知有看到囡仔的改变，这都是咱主日学提供好的遮的地方，互大家来学，互遮的囡仔搁较相款，无相款。今仔囡仔表现，你感觉好无？好，小朋友起立，来，老师们起立，来站起来。好，我们来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向大家说声谢谢，一鞠躬，来，谢谢。好，请坐。以上。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重头戏，每一年都有一个夏季学校。那我们今年的夏季学校是我们的雅文老师，也就是今年的营长。今年的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要爱你。好，我请雅文我们的营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夏季学校。大家好，我是今年夏季学校的营长，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夏季学校的资讯。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就是要爱你，然后品格是关怀，就是主要让孩子们呢可以在营会中认识到不同族群的人，然后感受到爱人与被爱的感觉。那我们这次营会呢有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认识弱势族群，然后就是让孩子们可以跟自己认识自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然后用同理心去关怀他跟帮助他。然后再来第2个就是反霸凌，除了要教导小孩在学校不要去欺负同学之外呢，也教导他们如何自我保护，还有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然后再来第3个就是亲子园游会，在礼拜6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东门国小有举办一个义卖园游会，就是让小朋友可以从落实关怀的行动。然后下午呢也有举行那个亲子园游会，所以邀请各位家长跟会友一同来参加，在礼拜6的早上10点东门国小。然后呢，
这些讲了那么多，就是希望各位爸爸妈妈可以赶快来报名，就是在报名资格是国小升小一到升高一的同学们，然后营会时间就是7月6号到7月10号，然后时间表在上面。然后详细的资讯呢，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摊位，就是可以索取报名表报名，然后资讯也在上面。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早鸟优惠，就是在5月底前报名呢是2200元。然后如果全程参加营会的话呢，我们会后结束还会发500元的奖学金。所以呢，邀请各位爸爸妈妈邀请家里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谢谢大家。第4点，5月10日7点半伫教会701师举行雅各书圣经会考辅助团体总复习，甲课程的有奖征答，答对者有礼券，请家庭小组团体会友参加。5月11号。迄天的家庭小组组会改伫教会701师联合聚会。后礼拜的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欢迎秦明胜牧师暨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弟姊妹为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第2场礼拜举行雅各书圣经会考，中昼12点半请长子伫701师批改考卷。第2场礼拜举行第1期会议班结业式成果展，欢迎学生甲亲友参加礼拜。中昼12点10分，伫701会议室召开关怀部会，请部员出席参加。中昼12点半，伫705会议室教育部主办的专题讲座，请王荣义牧师主讲。讲题是听懂别人的生命故事，欢迎兄弟姊妹参加。后礼拜12点半，伫702会议室召开行政部会，请以后的人员出席参加。陈楚德、贾珍、李文贵、李柏清、张伯钧、赖建成、穆桂英、王依礼、薛丽华、郑雨彤。下晡2点，伫702是召开学技学校事工协调会甲园游会的筹备会，请以后的人员出席参加，敬称省略。陈根志传道，营会组。陈雅文、陈怡佳、林宗义、张荣，主日学同工张伯钧、穆桂英、黄淑慧、苏怡玲、黄腾义、陈柏言，告语部王立泰、陈建州，传道部于继平、简成，行政部陈祖德、贾珍、王怡礼，辅导群郑欣怡、李国清。王派仪、赖建成、李国文、张春燕、吴志辉。2012年下半年的行事历甲各处的小组聚会拟定事工，请负责的人员伫5月15号前交王干事的会见。小会报告，小会议长陈某时要伫
5月9号到18号前往中国温州升学医授课，请在祈祷中结业。第9页，到一个消息，注中终极电议会，时间伫6月24号到25号，地点伫南投的西头森林溪头森林游乐区，报名费每一个人3000块。报名的资讯请伫4楼的公布栏。请全都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是头歌何谦的报告内底，我较知影讲，原来我的名有5个字。因为讲敬亲姓六，陈根志传道。我知影原来行这条路名会加字吼。来，一只我要来介绍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做伙，甲咱来敬拜。第一位是林淑娟林淑娟姐妹，好，在这边欢迎你们。希望你下次再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礼拜。好，那再来第2位是咱头歌有唱回应诗吼，回应诗是对首歌494首对玛利亚出世耶稣对无？哦，咱的作曲者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吼，陆一德牧师甲牧师娘。一昨下暗，伊有来听即个母亲节音乐会吼，今仔日跟做伙参与伫即个礼拜内面。好，最后团队必须爱一只补充吼。我知影讲今仔日的主日应该爱活泼跳跳，总是每一届团队若是一出嘴，整个气氛拢会去互我扣落来吼。上主要是讲团队人要处理上帝的话，要阐明上帝的话，都要兼顾气氛。其实我会较倾向讲，好啊，将上帝的话来正确来讲出来。所以毋茫讲团队讲道的时阵，可能小可枯燥乏味吼，总是毋茫咱来忍来来听落去，相信有上帝的信息要对你来讲话。好，以上一只来补充报告。圣诗第611首，对耶稣的人有幸福。
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你的疼痛，以及圣神的引带、相通、甲感动，特别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甲阮在座每一位母亲因三甲弟弟，愿主你特别纪念这个母亲，因一家庭。是因工课的所在，甚至是教会因的付出，求主你来纪念，也愿主帮助阮，用你的神帮助阮，互阮才会做囝儿的，互阮不只是成做基督徒，来超做你的荣耀，上时嘛会当互阮成做阮的老母的荣耀。不管是伫你的面头前，是伫众人面头前，拢有好的见证，通得到你以及甲人的欢喜。主恳求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帮助阮，安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首歌电歌木岛，请团队主持平安礼。各位兄弟，在咱行平安礼进前，一只来补充报告。若是讲你的奉献证明，还袂摕到的，是咱等下煞回了后一外面这个服务台遐会当来领取。好，咱即时做伙起立，咱嘛特别向咱的在座每一位妈妈、每一位母亲，向伊握手，找你的妈妈去跟她拥抱，跟她说母亲节快乐。平安礼完请所有的主日学的小朋友、老师以及家长到前面，我们要拍大合照。请主日学的同学、老师以及家长，我们要在前面拍大合照。